申命記第2章第1至37節。一此後，我們轉回，從紅海的路往曠野去，是照耶和華所吩咐我的。我們在西尼山繞行了許多日子。2耶和華對我說：3你們繞行這山的日子夠了，要轉向北去。4你吩咐百姓說：你們弟兄以掃的子孫住在西尼，你們要經過他們的境界，他們必懼怕你們，所以你們要分外謹慎。5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連腳掌可踏之處，我都不給你們，因我已將西尼山賜給以掃為業。6你們要用錢向他們買糧役，也要用錢向他們買水喝。7因為耶和華你的神在你手裏所辦的一切事上，已賜福與你。你走這大曠野，他都知道了。這40年，耶和華你的神常與你同在，故此你一無所缺。8於是我們離了我們弟兄以掃子孫所住的西尼，從亞拉巴的路，經過以拉他、以旬迦別，轉向摩押曠野的路去。9耶和華吩咐我說：不可擾害摩押人，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我不賜給你為業，因我已將亞膩賜給羅得的子孫為業。10先前有以米人住在那裏，民數眾多，身體高大，像亞納人一樣。11這以米人像亞納人，也算為利乏音人，摩押人稱他們為以米人。12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尼，但以掃的子孫將他們除滅，得了他們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華賜給他為業之地所行的一樣。13現在起來過撒烈溪，於是我們過了撒烈溪。14自從離開加低斯巴尼亞，到過了撒烈溪的時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從營中滅盡，正如耶和華向他們所起的誓。15耶和華的手也攻擊他們，將他們從營中除滅，直到滅盡。16兵丁從民中都滅盡死亡以後。17耶和華吩咐我說：18你今天要從摩押的境界亞膩經過。19走近亞捫人之地，不可擾害他們，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亞捫人的地我不賜給你們為業，因我已將那地賜給羅得的子孫為業。20那地也算為利乏音人之地，先前利乏音人住在那裏，亞捫人稱他們為散送冥。21那民眾多，身體高大，像亞納人一樣，但耶和華從亞捫人面前除滅他們，亞捫人就得了他們的地，接着居住。22正如耶和華從前為住西尼的以掃子孫，將何利人從他們面前除滅，他們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樣，直到今日。23從加菲托出來的加菲托人，將先前住在鄉村直到迦薩的亞衛人除滅，接着居住。24你們起來前往，過亞嫩谷，我已將亞摩利人希實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與他爭戰，得他的地為業。25從今日起，我要使天下萬民聽見你的名聲都驚恐懼怕，且因你發戰傷動。26我從基底莫的曠野差遣使者去見希實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話說。27求你容我從你的地經過，只走大道，不偏左右。28你可以賣糧給我吃，也可以賣水給我喝，只要容我步行過去。29就如住西尼的以掃子孫和住亞膩的摩押人待我一樣，等我過了約旦河，好進入耶和華我們神所賜給我們的地。30但希實本王西宏不容我們從他那裏經過，因為耶和華你的神使他心中剛硬，性情頑梗，為要將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樣。31耶和華對我說：從此起手，我要將西宏和他的地交給你，你要得他的地為業。32那時西宏和他的眾民出來攻擊我們，在雅雜與我們交戰。33耶和華我們的神將他交給我們就把他和他的兒子並他的眾民都擊殺了。34我們奪了他的一切城邑，將有人煙的各城，連女人帶孩子，盡都毀滅，沒有留下一個。35唯有牲畜和所奪的各城，並其中的財物，都取為自己的掠物。36從亞嫩谷邊的亞羅尼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華我們的神都交給我們了，沒有一座城高得使我們不能攻取的。37唯有亞捫人之地，凡靠近雅博河的地，並山地的城邑，與耶和華我們神所禁止我們去的地方，都沒有挨近。